嘅事。老友，你有冇試過半夜3更瞓唔着，對住天花板諗嘢，諗到眼濕濕，諗緊自己呢世人做錯咗啲乜嘢？點解拼到咁盡嘅事，結果都係原地踏步？你真係以為只要肯搏命、肯捱，就一定可以扭轉乾坤、發達上岸咩？我而家好認真咁同你講一句嘅事，唔係。好多人後生嗰陣，總係覺得自己係世界嘅中心，天大地大，自己最大。只要我夠努力嘅事，乜嘢工作壓力、感情煩惱、家庭糾紛，通通都可以靠意志力去解決。你信自己，你信科學，你信愛拼才會贏呢句口號嘅事，你甚至會睇唔起啲成日講命運嘅老人家，心諗佢哋咪就係唔夠努力先至揾藉口啫。但係老友嘅事，等到你經歷過幾次真真正正嘅風浪，捱過幾場大病，送走過屋企啲長輩嘅事，又或者親眼見過自己身邊有人拼到頭崩額裂都翻唔到身，你就會發覺原來人生有幾樣嘢一早已經寫喺你本命本書入面嘅事。呢啲嘢唔會因為你夠努力就變得容易啲，亦都唔會因為你夠聰明就避得開。無論你點樣種牛角尖，點樣咬牙切齒時，不甘心到成晚瞓唔着，你都改唔到分毫。呢種唔係消極，唔係躺平，更加唔係叫你放棄人生嘅事。呢種係一種經歷過大浪之後先至沉澱得出嚟嘅清醒。你要知道，真正嘅成熟唔係話你贏咗幾多場仗嘅事，而係你識得分清楚邊啲仗係你今生必贏，邊啲仗係你今生根本唔使打。今日呢集嘅事，我想同你由最貼身、最痛，亦都係最少人肯認真去講嘅一樣嘢講起。親情，你信唔信？同一個屋檐底下出世嘅事，同一個老頭老母生落嚟嘅細路，性格可以南嚇北陸。你有冇留意過有啲兄弟姊妹天生就同父母好親近嘅事？一個電話打過號，乜嘢家長裏短都講到，笑聲隔簾房都聽得到。但係另一個可能就係嗌極都嗌唔埋一枱食飯嘅事，見到面淨係識講食咗飯未4個字，講多2句就開始有火藥味。有啲細佬天生就穩陣，細個就識得睇人面色嘅事，識得諗前想後。但係另一個可能成世人都係大細路，幾十歲人都要屋企人操心。老友，你話呢啲性格、呢啲緣分嘅事，真係後天教到出嚟咩？如果係後天教育嘅問題，點解同一對父母用差唔多嘅方法教大嘅仔女會有咁大分別？其實呢嘅事，每個人喺屋企入面個位置一早已經定咗，邊個注定要背負家族嘅期望，肩頭上要孭起成頭家嘅重擔嘅事，邊個注定係受盡寵愛嗰個，由細到大都唔使點做嘢就有人殺，邊個注定要離鄉別井，同屋企人聚少離多嘅事，邊個注定要留守喺父母身邊，做嗰個頂住頭家嘅人。呢啲位置，呢啲角色分配，真係唔係你話揀就揀得到嘅事。講返我自己，我細個嗰陣真係唔明點解自己出身咁貧寒。放學經過商場，睇住人哋屋企啲細路着到成身靚衫嘅事，爸爸媽媽牽住手行街，買乜嘢都唔使諗價錢。我嗰陣心入面真係有股講唔出嘅唔忿氣。點解人哋出世就含住金鎖匙嘅事，我就要跟住阿媽
踩住三輪車出去揼紙皮？點解人哋屋企有得揀讀邊間名校，我就要為咗幾百蚊學費瞓唔着嘅事？我以前成日問老天爺，你係咪唔公平？但係老友，你知唔知後尾發生咗乜嘢事？就係嗰份貧寒嘅事，嗰種細個就要捱世界嘅經歷，先至磨練出我後來嗰種打死不退嘅運勁。你以為含住金鎖匙出世嘅細路就一定順風順水嘅事？我見過太多所謂豪門仔女，長大咗之後連基本自理能力都冇，一遇到少少挫折就崩潰嘅事。因為佢哋由細到大都冇機會學識點樣同苦難相處，而我因為細個就捱過，先至識得喺逆境入面揾生路嘅事，先至識得食得鹹魚抵得渴。老天爺真係好公平，佢幫你閂咗一扇門，一定會喺第二度開返扇窗俾你嘅事。你今日睇唔到嗰扇窗開喺邊，唔代表佢冇開，可能只係你而家企錯咗位，望錯咗方向。仲有一點好關鍵，老友嘅事，我一定要同你講清楚，親情呢樣嘢真係冇得強求，亦都唔應該強求。如果你夾硬要父母變成你心目中理想嘅樣嘅事，要佢哋明白你，要佢哋認同你所有嘅選擇，又或者你夾硬要兄弟姊妹完全聽你話，凡事都要企喺你嗰邊嘅事，最後只會搞到大家都唔開心，甚至反目成仇。我見過太多咁樣嘅例子，有啲人為咗爭屋企啲少少家產嘅事，兄弟姊妹幾十年老死不相往來。有啲人為咗父母偏心，成世人都活喺怨恨入面，連自己嘅仔女都受到牽連嘅事，教識咗佢哋一套凡事要計較嘅價值觀。你話值唔值得？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緣法，今生聚埋一齊做一家人係緣分嘅事，將來散咗或者關係變淡咗，亦都有散咗嘅原因，可能係緣分盡咗，可能係各自嘅功課已經完成。你唔使勉強嘅事，亦都唔使自責。你只需要記住喺呢段緣分入面，你曾經盡過力，曾經俾過心機，咁就已經足夠。順其自然嘅事，唔係話叫你放棄溝通、放棄關心屋企人，而係叫你放低嗰份一定要點點點嘅執念。你可以繼續愛佢哋，繼續關心佢哋嘅事，但係唔好期望佢哋一定要變成你想要嘅樣。咁樣你哋之間嘅關係反而先可以處得長久，先可以喘返啖氣。老友嘅事講到呢度，你有冇開始明白多少少點解你哋屋企會係而家呢個樣？有啲位唔係你做錯咗乜嘢嘅事，亦都唔係佢哋做錯咗乜嘢，而係一早已經寫定咗嘅劇本，你哋只不過係跟住嗰個角色去演緊自己嘅人生。明白咗呢一點嘅事，你先可以真真正正放低嗰份點解我要攤上呢個屋企嘅怨氣，轉而去諗喺呢份天定嘅緣分入面嘅事，我可以點樣活得舒坦啲，活得自在啲。話時話呢個只不過係命運入面其中一個底色嘅事，仲有幾樣更加深層、更加關鍵嘅嘢，其實一早都寫喺你本命嘅密碼入面，只不過大部分人一世都冇機會去解讀嘅事。如果你都想知道點樣喺呢份天定嘅命運入面揾到屬於自己嘅生機，揾返自己人生嘅主動權嘅事，記得一定要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撳埋個小鈴鐺，
我哋接下嚟會用易經嘅智慧，同你深入拆解命運背後嗰套真正嘅運行邏輯嘅事。呢啲先至係真正值錢嘅人生智慧。千祈唔好錯過之後最關鍵嘅部分。好多人成日問，點解我身邊冇貴人扶持嘅事？點解人哋咁好彩，做乜嘢都有人拉一把，我就咁黑仔跌落嚟，連個扶手都摸唔到？其實呢，我呢一世人嘅事都遇過唔少貴人，有啲係一齊捱過生意嘅拍檔，有啲甚至係素未謀面，可能就係一句話、一個機會嘅事，就改變咗我成條路嘅方向。但係老友，我要好認真咁同你講一句，貴人絕對唔係你去求翻嚟嘅事。我從嚟唔會攞住份大禮，慌失失咁去敲人哋道門，話唔該幫下我。我一世人都係安安分分守住自己嗰份本分嘅事，守住自己嗰份信用。你答應咗人嘅事，就算蝕本都要做到。你講出嚟嘅承諾，就算辛苦都要兌現。當你修為到咗嗰個層次嘅事，你會發現貴人根本唔使你去揾，佢自然就會出現喺你生命入面。呢個就係人同人之間嘅磁場。你踏實嘅事，你就會吸引到欣賞踏實嘅人。你浮躁，成日諗住走捷徑，盼騙，你身邊就自然會圍埋一班酒肉朋友，得個講字嘅事，冇一個係真心。物以類聚，人以群分，呢句話真係一個字都冇講錯。所以老友嘅事，唔好諗住夾硬即抵入去嗰啲唔屬於你嘅圈子。你見人哋成班朋友個個都有錢有勢，就死命咁巴結咁樣做，就算你入到去嘅事，你都係個局外人。人哋照舊當你透明，甚至喺背後笑你唔自量。與其花時間去諗點樣討好人，你不如將呢啲時間嘅事攞翻嚟提升自己。你係金子，擺喺邊度都會發光，遲早有人揾到你。但係你係爛泥，就算有10個人喺度扶你嘅事，你都係會跌翻落去。因為你自己個底冇打好。講完貴人，跟住我哋講下事業呢樣嘢。我做過唔少飯生意嘅事，由最初嘅塑膠花做到後來嘅房地產，再到電信行業。有好多人問我，你係咪有啲乜嘢秘訣先至可以做得咁成功嘅事？老實講一句，邊有咁多秘訣？如果真係要講，無非就係俾人多咗一啲耐性，再加埋一啲運氣。你信唔信運氣呢樣嘢嘅事？我係信嘅。同一塊地皮，有人買咗蝕到入獄，成副身家都賠埋落去；但係有人買咗就賺到盤滿缽滿，一鋪打到翻身嘅事。差別喺邊度？差別就係時機。而時機呢樣嘢真係冇得計，亦都冇得逼。有時你啱啱撞啱趕上咗，咁就係趕上咗嘅事，唔使問點解。有時你錯過咗，就算你之後點樣隨空頓足，點樣加把勁去追，都係追唔翻嗰個位。呢個唔係話你唔夠勤力嘅事，唔夠拼搏，而係天時地利人和未曾嘅埋一齊。你一個人喺度乾使勁，都係徒勞。好多中年人嘅事，睇到同學朋友一個個升職加薪、買樓買車，心入面就開始好焦慮，成日質疑自己係咪做錯咗啲乜嘢，係咪自己特別冇用嘅事。但係老友，我而家好想同你講一句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嘅時差。有啲人早成20幾歲就已經風生水起嘅事，
有啲人就注定晚成，要捱到40、50歲，甚至更遲先至等到屬於自己嗰個機會。呢個唔代表你差嘅事，只不過係你哋出場嘅時間唔同咗。你唔使同人哋比較，最緊要係跑好你自己嗰段路，行穩你自己嗰步嘅事。如果你而家對目前嘅事業感到迷茫，唔知道自己嗰個時機幾時先至到，或者你想知道點樣喺逆境入面執生嘅事，揾翻自己嗰條出路，歡迎喺評論區留言，話我知你嘅故事，我哋一齊研究下點樣幫你破局。感情呢樣嘢嘅事，真係人生入面睇得最透，但又最難過嘅一關。邊個後生嗰陣冇試過一段刻骨銘心嘅感情嘅事？邊個冇試過愛而不得嗰種痛？嗰種深夜對住電話，望住個對話框，字打咗又刪，刪咗又打，最後都係冇法送出去嘅痛嘅事。我後生嗰陣都真係中意過一個人，嗰時真係覺得冇咗佢，我成個人生就冇晒意義，成個世界都灰晒色。但係老友嘅事，而家我諗翻轉頭，如果當年真係同佢喺埋一齊，我未必會比而家幸福。你信唔信？感情呢樣嘢講究嘅唔係你付出幾多嘅事，而係緣分同頻率。你越係拼命去追一個唔屬於你嘅人，人哋就跑得越快，跑到你連背影都追唔上。呢個就係感情嘅悖論嘅事。你越強求就越得唔到，你越放鬆反而越容易擁有。我見過太多例子嘅事。有啲人喺一段已經死咗嘅感情入面鑽牛角尖，明明對方已經冇晒感覺，甚至已經明擺住話唔愛你啦，你仲要死纏爛打嘅事。成日問係咪我做得唔夠好，係咪我改咗你就會翻頭。老友，你咁樣做，最後崩潰嘅只會係你自己一個嘅事。感情係兩個人嘅事，你一個人再努力再拼命都撐唔起一片天，因為屋企得一個人係遮唔到風擋唔到雨嘅事。該放手時就要放手，真正屬於你嘅人唔會令你成日提心吊膽，唔會令你成日估佢心思，佢會令你感到安心嘅事，令你可以做返最真實嘅自己，而唔係成日患得患失，成日驚下一秒就會失去。講到呢度，我想同你講返一個道理嘅事。呢個道理我用咗成世人先至真正參透。做人要好似水一樣，你有冇留意過水呢樣嘢？水遇到石頭嘅事，佢唔會同石頭硬碰硬，佢會繞過去繼續向前流。水遇到山谷，佢會慢慢匯聚，成為一潭深不見底嘅潭水。水遇到點崖嘅事，佢唔會退縮，佢會義無反顧咁飛流直下，成為一道瀑布。水從來唔會同環境硬碰硬，佢懂得因應環境去改變自己嘅形態嘅事，但係佢最終嘅目標從來都冇變過，匯入大海。做人如水，做事如山，做人要柔軟，要包容嘅事。唔好凡事都同人爭一日長短，唔好逢人就要爭贏。但係你要記住，水滴石穿，你嘅柔軟唔代表你冇力量嘅事，反而係一種可以穿透堅硬嘅力量。做事就要好似山一樣穩重踏實，唔好人哋講幾句閒言閒語你就輕易動搖嘅事。你要頂天立地，企穩你自己嘅立場。老友，當你真正明白咗嘅事，人生呢4件事：親情、貴人、事業、感情，
原來早已經寫喺你本命入面係天定嘅，你個人就會豁然開朗嘅事。你唔會再成日中牛角尖，唔會再成日問點解偏偏係我，唔好再為咗嗰啲你改唔到嘅嘢去折磨自己啦。把心放寬啲嘅事，把眼放遠啲。人生話長唔長，話短唔短，長到你可以經歷無數次起伏，跌完又起，起完又跌，但係又短到嘅事，你仲未學識珍惜眼前人、眼前事，一眨眼你就已經老啦。最後我想問下大家嘅事，喺呢4件事，親情、貴人、事義、感情入面，邊一樣最令你感到心力交瘁？留言話我聽，我哋一齊討論下嘅事，點樣用呢種如水嘅智慧去化解你心入面嗰個結。如果你覺得今日呢個分享對你有一點點啟發嘅事，麻煩你幫手點個讚，分享俾身邊需要嘅朋友，仲有記得訂閱我哋頻道。人生不易老友，但只要我哋學識淡定，學識安寧嘅事，終究都可以笑住行落去。願你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喺呢條漫長嘅人生路上，揾到屬於自己嗰份自在同從容。